过1800公里，他那个面包车2000，好像没停过嘛，就转过来了。声音有点小，开始声音再大一点。对啊，你们想开点不存在的，跳舞是自己的爱好吧，也不存在固定在一个地方跳，在罗马跳到九万一样嘛，然后你去青羊宫、去石门桥，或者去其他地方都可以啊。像我这些每天都跑几个地方，每天跑4、5个地方吧，每天都要跑，都不存在。正常吧，没事，反正他们要过来的，明天要过来。这边有点近，之间距离几百米，骑车的话1公里左右吧。他们戴墨镜都戴习惯了。看着上瘾了，那跳的话更要上瘾。多几天跳的话，有可能每天就像老师一样，我都离开了，可能那个每天打麻将上瘾。
是在云路上面。云中山。新道场吧。这个其实是把街捞的。
过毛线了，直接拍了就可以直接做饭。
胖丁胖。他在的话，一般都不理他的。他说他的，别人不理他，他说话他也不可能动手，不理他就完了。维朵来了。
ta so re ya ko te ni phola ta la re ti te ro pa ta la ko yo ya a ro ye ya la ye ti te ro pa ta la ko yo ya明天来的话，拿着明天送吧。明天我送炸鸡、秋菊、再送羊肉。我想星期三他们要来吧。星期三是开队服吧？哦，明天他们说明天他要来的话，明天也是开队服。那明天我就送他们吧。明天团队服和星期三团队服差不多，反正都要送。要送4个人，星期三送4个吧。我把那个李秀娥的那个送了，他那个说了几次他也不送，还是说，他本来也是送。热闹的话，再加一点氛围吧。明天送鲜花吧，反正星期三也是送，穿队服，明天也穿队服。我把他们3只小人干什么？不进，你都没保证，我没人带呀。这2天有点土，不知道为什么在土。饮食问题啊，健。今天我妹妹给她弄的那种素菜那种。不要吃丢了噻，要么一吃它，给它饿一下就可以，饿一下可以吃。好乖啊，这个。还有第一次要吃那天，我娃把抱到不让他吃，第一次真头一次。习惯了。对，不吃开头是吧？心上无大。加油，加油的。猫猫好好看。他煎了本来一个炸，还有超100亿的，我都不知道煎了吃了。
然后放哪里呀？小李哥，我这个放波纹当中，对啊，要放个架子，因为太悬了。我这个真的直接它的动。哦，你是这个样子直播的啊？对，这有点方便点。看一下啊，跟谁走？就买个好点的架子。跟谁去啊？啊？我的架子在这儿。现在没好，没出工那些。就记得上百年或者以前，他们放这儿18人，我一个手的随时倒，随时提到一个年，可以吹就倒。他今天睡着那是吧？个，看我不知道他没来哦。所以不一样。不一样是1.73中马有2个号，那个对，苏拉也有2个号，扎西拉贝也有2个号，英佐也有2个号，好像好多准备2个号，就是因为他们有些还很红嘛，不能直播嘛，不然准备2个号。账号啊，他抖音有2个账号，有个苏拉，他有藏族苏拉，有苏拉小号。啊。他们因为直播的时候会无缘无故给你封号，然后管理几天不能直播，所以他要注册一个新的账号。像那个时间货也是。一个是特勤处，一个是时间货，一个是时间2.0。
都不过网盘是我那个卖自己的，你单独的吗？可以你自己的吗？我知道刚才我放的。哎，我去看。那保证在还是6块钱。没推，我刚刚应该没推。他那个他应该是。我放了位置。那个一看就是那个阿爸刚刚过来的，你看他脸上嘛有点沾点红色那种，高原红那种，就是没来多久，跳的是原生的那种，这个要。不痒。罗马那个过来的，暂时，那个不晓得，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多摩，那个在中，这个是秋菊。
西园桥去了，是吧？他让我进去了，但是不让我在中间，只能在我圈圈外头，就套我的圈圈，那拍啥子？拍火船拍，那拍个船船拍。这啥个？这啥个？羊圈啊？哦，不是羊圈，那是羊圈吧？啊？黑衣服那个？那个黑衣服啊？没多的嘛？没多。不要拍哟。哇，太小了嘛！这个意思，收到了吗？差不多过来一下。太小了。抱一下。叔叔，可以问一下你吗？哪里有看到一个小孩子啊？没有啊，没来呀。还是回去吧，他们肯定会去云顶找我们的。要不我们回去吧。
个叫什么是他们自己记的。分支的口头禅是下一个吧，下一个吧。那这个干嘛？石头这图有没有去剪了？可以剪，然后呢发。这个青鱼的都不一样，黑的。那这个效果好。好得多啊！我可以拍8K，搞完了我再拍一些8K，这个他妈没有。有10K，10K 的有10。哦，一直在变啊。马6天别照，哎，一直在变，变了58分钟，58上来1个多小时了。这没有电的吧？哎，要电，我这有哦，我有时候有那个电线，这可以测量一下的。马6的最高的2别照的，这个2别照马6，10K 的有10，2别照，我最高清楚的，还考虑是8K 了，8K 520兆的马6。
八嘛，对，是吧？刚刚来啊。这把我铁针啊，还有谁啊？他旁边的是，哦，那个不知道。这也是比较便宜。不要太凶了啊！不要造成自己的长太高了哈。这个不要啊！在旁边你就觉得好笑。那个这个歌，哥啊，这个名字，歌曲名字，我不知道。这有些你想不不起来，有些一下就知道了。有些像找我的名字一样，搞不清。其实后面知道，是吧？我歌名很少知道的，对吧？都一般的是很熟悉。两个伤员，我们上。我们后面其实有受伤的啊，对，两个都在海里跳。拍到了没有美女？美女拍到了没有？拍了，美女越来越多了。对。我看现在罗马还有几个美女啊。有啊，肯定有的嘛。还有几个美女。罗马就是他们这方面嘛。刚刚笑什么？啊？刚刚看着我们笑。我笑你怎么竟然没有穿藏装？穿藏装没穿，化妆的黑是吧？没有啊，就这样好看呢。真的吗？就喜欢那种不化妆的。今天过敏了，化妆又化不。待会他在罗马那边跳。开始太高太早了。那是打卡的那种，这个是没有哦，我忘了这个曲子很熟悉。好分的不得了啊，怎么不好分呢？都80分嘛，是吧？康卓的下巴有点尖一点，苏拉的脸上脸要圆一点点，泽巴的要方一点点。真的不得了啊！去这儿在西面桥的吧？哎，去这儿西面桥。西面桥上。西面桥去啊！要接好，今天那个拉锯的嘛。哦，怪不得你跑那边去。对呀。你感冒了噻？有点点，我着凉了。嘿嘿，他要你去跳舞去了，那你为啥耍？嘿嘿。穿着不就认嘛，看脸嘛，看脸一下就认出来。还是要理一理，好久没拍了。后天星期4他要来。
去了，就没得练了。说不好确诊占率高一点呢，说在前面吧，还高一些。哎呀，我给他拍一点，手拍一个。哎，这个地方好听的。跳新舞吗？哪去那个？有两个，一个吉祥，一个是叫啥？啊不啊，哦不是，跳下去，好久没跳下去，几天都没跳了。来了，这那边太挤了吧，他跑过来了，有可能那边网络太卡了。他之前在协调3个一个一样的颜色。开序来了吧？他们都过来了。这边这边是确诊，左边那个是确诊，这把右手边是确诊，左边是曲中儿。爱好者，他又不是专业的，并且每个场地都是请来，是吧？
你今天去哪儿了吗？啊，我没去，没去，有点急我高兴也不好，也没去。哦，还太急。完了不让上你能拍去。啊，肯定是个胖子吧？啊，是个胖子不让进去。那把我不知道，应该是。那把那个鞭他炮嘛，们去了俩人回来了，拍了脚火就回来了。他那太贼了。永吉也说了，永吉也学他呀。你看我短片嘛，然后他随时在那边跟着跳。这个也是新的。
酒吧的在家里面给别人煮奶茶。太长了。So send me my donkey, so cut it on the finger, so naughty $2, so then drop you finger, so naughty $2, so then drop you. 刚刚拍了几秒钟就完了。这两个关系最好的。欢欢，哎，嘿嘿，看。唱着唱着。
金刚网，传承那套功力。自己。
头，每年的那场奔大头。好快哟，1个半小时哈就没得了，跳完了。结束了，结束了。那个手机呢？你看了吗？对，这是我的。哦，还有一个那个单少爷的。今天没拍，啊，那上就没拍，没拿。就这来那么多的嘛，人还是多。今天就跳完全场，加了肥肠。明天到底在哪边？我还没问呢，我听圈没去噻，不晓得。今天在西面场啊，是吧？啊，你这儿去，明天就拍那个。给你喊起来，啊，给你喊起来。一人拿一个。那啥面包，还得吃面包。面包吗？好像是。是面包。对。到晚饭。我脸4万了，下午脸4万，没得我有个小号高。啥子？便宜，我小号更高。收钱了，收钱了。加个小号，另外一个小号。看他一看到感觉。这个也是1300。他们跳的都是一手，他只有4个，其他都是我们好多跳的。但是这个小号的访问量就必须高了。哎，管他的，管那个也不赚钱。前面12万多，12万5了。那个蛇打那个狼卡那个就是特拥挤那种，还有一些就便宜，最多的啥子有几十万吧，晓得吗？那个播放量吗？哎，播放量吗？我小号的播放量已经是10.5万了。第一个投票。它过了之后就没有了，一般。我小号的第一个。你去不去？那全公吧。而且我看他还说，你好热，你知道我是。谁的？哇，很好亮。谁的东西？哎，谁的东西？好亮。我们要看我。感谢家人一直说的升级档OK。宵夜可以吗？好，谢谢大家大家点赞不要停，然后没关不要停。拿手嘛，反正拿手晚上去看小姐姐在其他地方跳舞啊，可以看得很清楚近。然后因为跳舞的时候离得很远，所以看不清楚。然后看我们戴个眼镜是不是很斯文？是不是很斯文？
至于是不是完我不好问，我也不好说。人家都说是那个这样的，哎，伸过来了。他那个不是人家不是我选主要他们应该属于一种。谢谢，感谢。哎，那出了，他明天来吗？后天来？明天。明天啊？他们之前说星期三呢。礼拜二、礼拜三好像都可以。都可以啊，都在这边啊，两天。好像是。2天啊？好像是。啊，更好啊。那2天都在这个位置，那更好啊，2天都热了的不得了。星期二、星期三都在这边，但是没有确定。没有确定这2天那群都在这边吗？他们正常应该1周的话，应该是星期二结束吧。中国。是我叫你来，他们都知道。这个场合2个人不能离，用借给你，祈祷我一点。我就原来家里面有事，俺有事。对他们对有可能是。当然了。哎，好，拜拜，哎，星期二、星期三都在吗？都在这里吗？在。哦，那比较热闹。明天比较热闹。热了。热闹。哦，对。穿队服很热闹。好，得了啊，拜拜。哥哥，你昨天有没有看到一把雨伞？没有啊。是不是那个地下哦？昨天说有一把伞没人管，他们丢垃圾桶旁边那条拿垃圾一堆的，对，后面别人越来越多了，不晓得啥个的。伞不值钱，到处是。不是，是别人给我的，本来一直说还给他，然后就每次忘。给你了嘛就不还了噻。啊，好。那个伞我抽到累计吧。我凭本事借的，凭什么要还呢？哎，我这儿还是有手，还有手机吗？等下我看看。哦，应该没有了吧？应该拿走了。应该拿走了。我早点回去喽。今天我早点回去，明天要去学校拍运动会。明天8点钟可能要学校叫我早点去，他们学校运动会。走啦。你给不给我这还有？来，拿一个去。他们你们当那个都有。为什么放面包呢？都没吃饭嘛。啊。那是一个分。好。我慢着。好，明天见。我把那个相机关了。